刘渣瑶，你作恶多端，今天就让我们代替郑雄惩罚你。准备好了吗，孩子们？还没。谁管你？这是 Kiki 啊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那就继续啰。经历了多次惊吓疗法之后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恶有恶报，只是时候未到，千万不要当坏人哟。自己抓一下方向，对。感觉很好玩的。来，再一个来。